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消息啊，首先是萬科萬科這回是真正的嘗到了什麼叫斬沙蟹。這個萬科的債務延期展期方案遭否決以後12月24號，這個各個評級機構紛紛下調萬科的評級。根據彭博社報道，標普12月23日將萬科長期評級從 3C 減下調至 SD， 選擇性違約評級表明，標普認為萬科已對其部分特定債務構成了違約。不光是標普隨後緊隨其後，12月24號，惠譽將萬科企業長期外幣和本幣發行人違約評級從 C 下調至 RD， 限制性違約。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在這評級機構明白無誤的告訴大家，萬科已經違約了這個相當於法官裁判宣判了。雖然萬科還在這個努力的掙扎，還在自救，實際上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不過是多倒幾口氣這個萬科覺得自己還可以再搶救一下，但是市場已經不相信故事，市場也不相信眼淚這個萬達呢，好像也跟萬科一樣叫越陷越深。媒體報道天眼查風險信息顯示，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發布拍賣公告，拍賣標的為被執行人大連萬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上海萬達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70% 的股權。公告顯示，評估價 7.3 億餘元，起拍價 5.1 億餘元，起拍時間2026年1月29日至2026年2月1日。此前，萬達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已因此案被執行12億餘元。大連萬達集團法定代表人王健林，董事長也是王健林這個占股份是 98%， 說明什麼？法院已經開始拍賣王老板的資產了。這個已經不是簡單的查封凍結，這個已經開始拍賣了先從這個萬達小額貸款有限公司開始把這股權賣掉。這個說明什麼呢？說明債權人耐心已經耗盡了。這個我非常懂因為這個一般的企業資金一出現困難，先是把債權人穩住什麼意思就是給我对吧2年時間或者1年時間對吧，我想辦法一定把這錢還上，然後這個再搞一個方案，假模假式的說這2年我能賺多少錢對吧，要搞哪些方面，哪些能變賣能回來資金，顯得像那麼回事，債權人信了对吧。當然了，你說3年人家肯定不信，你說半年債權人就信，沒辦法，他是不得不信。好，半年一到你沒錢，你接着來再講個故事，再延半年，你都這麼拖嘛，拖了實在對吧，拖了3年拖不下去了，這個債權人故事聽得太多了，耐心耗盡對吧，再不出手不行了。關鍵債權人那邊日子也不好過對吧，他也是要這個等着錢救命你說萬達欠蘇寧的錢，蘇寧自己都破產重整了，你說他還能等萬達嗎？等不了了，就這意思你看萬達還欠萬科的錢，萬科也是對吧，就自己在 ICU 病房掙扎，他能容忍你萬達拖欠嗎？所以只好這個上手段強制執行，不行拍賣。這個富力地產以及萬達集團聯合開發的上海市奉賢富力萬達廣場近日再次流拍，項目規劃總面積26萬平方米，2017年底由富力地產以 7.3 億獲得，原定2021年開業。由於發展商出現資金鏈斷裂，導致項目2021年全面停工。項目於今年10月30日首次拍賣，當時起拍價12億元人民幣。流拍後，本月19日以超 9.7 億元人民幣起拍價第2次掛牌拍賣，也就是比那個資產評估價17億差不多打了5折。但是依然流拍，這可叫富力萬達廣場呢。這是萬科萬達我們再看看這個碧桂園。今天媒體報道浙江台州的叫玉環碧桂園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進入破產相關程序。浙江省玉環市人民法院公告實際上就是公告這個玉環碧桂園破產。這個不管怎麼說的吧，這是碧桂園的子公司嘛，已經開始破產了越來越多的子公司破產，那最後上面不就剩個殼嗎？所以說這個2025年年底咱們救楼市救了4年了，房地產開發商還是越來越難。我們有理由相信2026年这些開發商叫進入暴雷深水區扛了這麼幾年還得爆對吧？不是不爆時候未到。這個高盛最新出了一期房地產研報，它這個研報它有它的數據它這數據實際上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差不多，但是它這更嚴重一點。11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 17%， 銷售額同比下降 25%。11月比去年可以說是斷崖式下跌也加
速下跌的意思。那麼这2天最大的新闻就是北京出台救市措施，咱们在昨天节目也说了啊，就是没什么太大的用处，更像是履行一个职责的吧，要不然你老是不动啊，市场总有幻想，总觉得你这个什么时候解除限购啊？你看我动了，对吧？你看离那个全面解除这还差1步，差2步吧，叫可以不将军是吧？但不可什么一日不拱足，就这个逻辑啊。所以马上上海、深圳恐怕也得出新政啊，思路也差不多，挤牙膏嘛，再挤一节吧。这个彭博社他对此啊也有一个解读啊，彭博社他说啊，购房政策再次放宽。12月24号，彭博社发布评論文章稱啊，說國內進一步放寬購房政策，以提振樓市成交。根據周三發布的公告，北京將下調非京籍購房者個稅或社保繳納年限要求。儘管此次調整並未完全取消限購政策，但標誌着旨在穩定房地產市場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又邁出了漸進的一步。自去年2季度以來，全國商品房銷售量價持續走低。此次新政亦是在去年5月出台的全國性樓市紓困政策上進一步加碼。他這說的不對啊，今年8月份北京還進一步放寬了啊，怎麼一竿子就知道去年了呢？去年924那個放寬，今年8月份又放寬了，對吧？這8月份放寬了，就相當於這個都沒有放出一個水花，沒有什麼影響，所以這個媒體都忘了。那這次力度跟8月份是一樣的，恐怕要不了多長時間，媒體也忘了。具體來看，他說非京籍家庭在五環內購房，個稅和社保的連續繳納年限要求由3年縮短至2年；在五環外購房，繳費年限要求在2年縮短至1年。政策同時兼顧家庭住房需求，增設彈性條款，2孩及以上家庭可以在五環內額外購置1套住房，使用公積金貸款購買2套房貸，最低首付比例由不低於30%下調至不低於25%。這個彭博社還順便說了萬科啊，他說近期萬科的一項債務進展凸顯了房地產市場的壓力。本周萬科勉強避免違約風險，為其20億元的票據爭取到了寬限期延長至1月28日。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邢自強等業內人士預計，政府或將動用財政資金收購存量商品房，並將其改造為保障性住房。邢自強建議政府可在未來3年內每年安排1萬億資金，收購約150萬套住房，通過降低樓市庫存至合理水平，以扭轉市場預期。這是彭博社的報道啊。那言下之意就是這個北京放開限購這個效果恐怕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我感覺就是個姿態，表明態度。關於邢自強的建議啊，1年收購150萬套住房，做保障性住房，安排1萬億資金，我覺得這是經濟學家他純粹是叫紙上談兵呢，但是純粹的就是純理論，對吧？加加減減，數學公式，但是社會運轉它確實不是數學公式那麼簡單，因為它的變量太多啊，你列不完。前不久咱們介紹了，對吧？鶴崗的那個區的住建局被檢察院給告了，為啥？就是他手上大量的保障房浪費，對吧？灰色地帶，貪污腐敗，保障房租給誰都不知道，租金沒收也不知道，租金去向也不知道，這裡面多大的黑洞啊，對吧？1年收150萬套房，我就不說怎麼收啊，你在哪兒收？你是收整個小區整個項目，還是對吧？這兒收就那個你插花一樣的，對吧？這兒收一套，那兒收一套，你怎麼管呢？一個小區裡面收10套，這我也不說這個操作難度啊，我也不說這個價格不好定，你就說收完這個你管理吧，你得花多少錢去管理？這玩意用腳想都能想得明白，一定是虧損。因為這個商業機構啊，你比如說萬科的叫博裕是吧？建行自己叫建信租賃，各大長租房，他們現在都難以為繼，他們可是商業機構對吧？以賺錢為目的的，這種拿房子去出租都幹不好。你這政府國有的平台能幹好，對吧？你這國有平台能幹好，那這中石油、中石化它不至於賠錢呢，對吧？你把景區搞個圍牆給圍起來收錢都能賠錢，都能入不敷出。你說你1年搞150萬套房子擱手上耍，那得賠多少錢呢？就明明可以市場化的，對不對？你把這房子150萬套房子，你更便宜的賣給韭菜，
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对吧？没有賣不出去的房子，你便宜，你与其浪費，对吧？那個就是造成灰色地帶，造成權錢交易、利益輸送，浪費大量的錢，你不如把這錢稍微拿出一點補貼給韭菜，對吧？讓韭菜把房子背走，你這個房子市場價1萬，你8000或者7000，韭菜肯定願意買，對吧？你打折嘛，這中間差價，你與其，對吧？那個給造成巨大浪費，你不如把這錢補給韭菜，你這麼一算更合適，對吧？也就是說啊，明明還有別的路可以走，你非讓他把房子收上去那就巨大的浪費，他就把房子租給不該租的人，對吧？自己中飽私囊，一年花1萬億幹這事，那你這1萬億可以幹別的事啊，恐怕效果會更好。那麼說到房地產，對吧？北京終於出招了，有沒有用呢？恐怕大家各有判斷。如果沒有用，那還有什麼招？怎麼穩住房地產，對吧？還可以採取哪些措施？除了邢自強說的這個收房收儲，這個經濟學家馬光遠啊，他又支招了。他認為這個穩住房地產還有什麼招？大家看視頻啊。一個市場今天下跌到這麼一個程度的時候，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政府要做最後擔保人，告訴大家不要慌，有我呢，我給你們兜底。這是現代政府在面臨危機的時候最應該幹的事。中國房地產很多城市的價格已經腰斬了，已經回到了10多年前了。那麼如果要改變這種預期的話，政府應該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有很多人說，哎呀，我們現在其實是沒有辦法，誰不想把市场穩住？我認為是有辦法的。這個辦法在什麼地方？就是去改變大家的預期。你比如說，現在我們認為還有需求，也就是說，有很多人現在看到房子，價格已經比較合適了，自己也能買得起了，為什麼還不敢出手？就是擔心房價往下掉。有些人認為，這個買房的成本還比較高啊，比如說首付比例也比較高，房貸利率也比較高，對吧？稅費也比較高。那麼有沒有下降的空間？當然有空間。首付比例是不是可以下來？我覺得把首付比例降到10%有問題嗎？没有問題。中国老百姓信用太高了，大家去看中國老百姓，很多房子爛尾了還得還房貸，你還擔心這樣的老百姓？10%可以，房貸利率能不能往下降？當然可以往下降。现在在我们的 LPR 降不下來的情況下，比如說現在有一種政策的呼聲去貼息，大家買房子的話，比如說現在房貸利率3%左右，對嗎？大家覺得高，那怎麼辦？貼息，降到2%左右，這個吸引力比較大的。第三個，相關的稅費，買房相關的稅費下降的空間還非常大。怎麼能叫沒有辦法呢？是有辦法的。需求側讓那些願意買房子的人去買房。第二點就是我們講要向市場喊話，當一個市場今天下跌到這麼一個程度的時候，需要政府挺身而出的。在發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政府要做最後擔保人。什麼叫最後擔保人？就是告訴大家不要慌，有我呢，我給你們兜底。每一次金融危機大家去看，美國政府幹的事是什麼？就是中國國內很多專家不能理解的。按照中國国內很多專家，美国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當市場出現問題的時候，讓市場自己去解決。比如說像有些人講的跌到頭自然就不跌了，但真實的情況是什麼？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傻到說我讓這個市場跌到頭我不管，讓市場自己慢慢爬起來。最近的08年金融危機，美国政府幹了什麼？美國財政部直接注資，美國美聯儲財政部聯手讓華爾街那些幹了壞事的巨頭不要倒下，歷歷在目啊！包括這次疫情期間，美聯儲直接向市場喊話，大家不要慌，你們不要擔心市場的流動性問題，流動性問題我會給你們。這是現代政府在面臨危機的時候最應該幹的事。那麼當市場還在擔心預期的時候，政府應該喊話，大家不要擔心預期。我之前甚至給建議，我說我們與其拿大量的錢去收購庫存，還不如告訴大家，如果在1年時間內你買了房子的話，房價下跌，政府給你一定的賠償，給你一定的補償，告訴你不會下跌，這都是可以去幹的。當年美聯儲，當年美國財政部穩市場的結果是什麼？比如說美國兩房當時出現嚴重的問題，美國政府把它收購了，收購完以後怎麼辦？最後這兩個機構不僅僅沒有倒下，最後股價反彈，最終還賺錢了。當年美國財政部收了很多公司，最終這些公司都賺錢了，退出的時候1分錢沒有損失，這就是穩定市場的好處。所以我們認為現在從政策層面來講，我們還有很多政策。需求側可以降低首付比例，
可以降低房貸利率，可以降低税费成本，然後讓大家以低成本去買房子。從供给侧去講的話，我們既然有大量的房子現在還在蓋，那麼我們希望能做一個承諾，這些房子不會爛尾，這些房子品質是可以得到保證的。那麼第三個，從市場整體預期去講，今天房價下跌的這個程度，其實政府出售干預的成本沒有那麼高，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穩房地產最關鍵的是要穩預期。我們有的是辦法，政策工具箱裡邊有，所以不要用常態，不要說這個市場正常情況下政府不要過多的去干預。你很少見到哪個國家說當房地產出問題以後政府不去管，跌透以後跌到徹底不能跌了，然後市場自己起來，從來沒有。現代金融現代經濟從來不是這麼一個處理辦法。所以我們來講的話，就是2026年其實到了一個最關鍵的節點，這個市場究竟怎麼能穩下來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就是我們要從政策層面去改變大家的預期，然後市場慢慢的才会穩住啊。當然有人說這個還沒跌透，那我要問跌透是什麼概念？每一次房價下跌數據都是不一樣的啊，誰能告訴我哪個國家哪一次房地產的下跌就跌多少就到了？我們看過去100年以來我們見到的那些房地產危机，每一次下跌的幅度都是不一樣的。日本下跌了接近60%，有些地方70%，甚至有的地方80%，總體60%。97年以後的香港幾年的下跌超過了60%、65%。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房地產下跌那麼大的一場危機，下跌幅度沒有超過35%。我們看全球絕大多數的房地產的下跌幅度40%左右。那誰告訴我怎麼樣才會下跌？每一次下跌不同的幅度原因在什麼地方？就是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政策舉措。所以我覺得現在2026年，如果我們要穩住房地產，其實是很容易的啊，政策難度真的不大，甚至不需要投入更多的政策資源。如果說政府就是先說现在庫存很多，开发商賣不出房子，你把買房成本降下來，大概就能買得起。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太大問題的，我們有的是辦法來穩住這個市場。這個馬官員說的啊，首先第一個，他也不支持由政府收儲。我覺得他說的跟我觀點一樣，對吧？但是他恐怕不願意講這中間的原因啊，反正他不支持收儲。但是馬官員所說的這些招數說能穩住房地產，這個我覺得根本穩不住因為這4年來政府不都一直這麼做嗎？對吧？又是降首付，又是降利息，利息從6%按揭貸款利息從6%降到3%了，這樓市沒有看見它一點又回頭的意思。大家還記得吧？20年、21年那個按揭貸款是6%好嗎？對吧？現在3%降一半了，也没見，對吧？房價打個磕巴，這個首付的吧30%，現在降到15%了，也降了一半，也沒見房價什麼穩住。解限購，對吧？二手房解限售4限都搞得差不多了甚至很多地方那個契稅返還，對吧？契稅減半等等，還有的地方買房給點補貼都無濟於事。也就是在這上面你做什麼文章意義不大，你可以再做，對吧？螺絲殼裡做道場，沒有什麼周旋的空間了。然後他說預期這個咱們說過很多回了，對吧？你房價跌到一定地步，我買得起的時候它就是跌，我也不在乎我把它當消費呀，对吧？你買辆奔驰50萬，你過2年之後它就值20萬了，你為什麼不心疼呢？因為你買得起，對不對？你這是消費，你50萬買套房，過3年變成20萬，你有什麼好心疼的呢？這跟奔馳是一樣，就是你買得起了，對吧？所以你不能老拿這個預期，對吧？這個說是本質上還是能不能買得起，本質上還是對自己收入，對吧？我收入能不能漲，或者我收入能不能穩住？如果我能確信我未來這個10年收入都跟現在一樣，那我就敢買我為什麼不敢買問題現在誰都不敢肯定，對吧？明年我還有沒有工作，還有沒有收入？所以說你不要老覺得是房價預期，房價預期是因為它現在房價太高，本來水分就多，水分多，到时候還來擠水分，完了之後還要下，那我就受不了了。汽車不一樣，對吧？奔馳賣50萬，你不覺得它有水分，你就覺得車就是值50萬，完了之後2年之後30萬，它就是值30萬。
你不覺得它裡面有水分？房子是什麼呢？房子大家認為你這房子有水分，對吧？你這個1萬1平米的房子，7000是政府拿走了，這房子本身價值就是鋼筋水泥的價值，鋼筋水泥3000、2000一平米，是这樣子吧？再加上裝修，頂多不超過3000一平米啊，剩下的錢交給誰了？對吧？那地租太高，而且還是70年的，對吧？那地也不是我的，如果你說把那地賣給了，我現在付的這個房租，這個房價裡面就包含那個地，那我也認，那地是我的，對吧？你只是買了上面的建築，完了加70年的一個使用權，那大家覺得這個有水分，這尤其是跟收入一對比啊，最主要是跟收入一對比，它有水分，那我當然得等一等啊。說到救市啊，我覺得這一點我是最不認同这個馬官員，就是關於救樓市、救股市這些專家的意見我都不認可，尤其是他跟美西方一对比的時候，我就覺得他故意啊，咱們都知道对比你要分析雙方的基礎、雙方的背景，对吧？你把淮南的橘子跟淮北的梔放一起比，有什麼好比的呢？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美國立馬果斷出手。美國去年对吧，硅谷銀行危機，美聯儲還有美國的什麼保險聯邦保險是吧？立馬出手啊，果斷出手。瑞士那個什麼亞信是吧？還是什麼銀行暴雷，人家周6加班對吧，就出手，周1一點影響都沒有。你拿這個舉例子，但是你忘了對吧？你忘了那是資本主義國家，相對來說人家有誠信，有契約精神，人家破產，人家資產是叫明明白白、清晰可查，很清澈，對吧？人家一看就知道這銀行有多少資產，對吧？你這個資產放在哪兒？你是什麼原因暴雷的？你僅僅是因為現金流斷了，而不是資產貶值，而不是資產沒了，對吧？這個我記得這個美國的這個硅谷銀行，它為什麼暴雷啊？是因為它買了大量的美債，是吧？它理財，那美債你如果它現在拋，它就不值錢，它資產就不夠了。它不拋，它等到期，對吧？兌付，人家賬是對的。那這個時候它僅僅是現金流出問題，那美聯儲它出手或者叫什麼美國的這些金融機構出手，那是應該的，對吧？只是流動性出問題了，它不是資不抵債。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人家資產非常透明，好嗎？你說中國你來救，不能怪政府不救啊。你說這個恆大你怎麼救？他是賬上顯示是2萬億的負債，實際上呢，你救他個人把錢已經倒到海外去了。所以這些專家他忽視這些問題，這叫道德風險，对吧？你只能讓他自己救，你不救就破產清算，就這麼簡單。你把大頭的錢拿來救他的資產是雲裡霧裡的，雲山霧罩。好，你要說這個恆大是特例，對吧？是私人企業不救，那萬科那可是對吧？大股東是國企啊，萬科沒救嗎？萬科深圳国資委、深圳地鐵是不是真金白銀的掏了幾百億啊？根本就救不起來啊，你沒法救啊。它露出來只是冰山一角，對吧？你看見的永遠只是一小部分，水面下有多少他根本就不知道，連萬科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怎麼救？最快的手段，最好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是讓他馬上破產重整，早點止血，早點對吧？讓他輕裝上陣，去保交樓蓋房子去，把那些過去房地產紅紅火火年代那些權錢勾結，那些什麼對吧？各種貸款、各種這個債券都是權貴輸送的這種通道，全部給他掐斷啊！就立馬這叫一网打盡，全部馬上現在就破產重整。你越拖越是权貴交易，也就是有背景的，对吧？有權利的人先退出，对吧？先把自己的債還了，後面都是那些沒有背景的沒有這個能量的那個債權人，你就倒霉吧，1毛錢沒有，你就準備搶個煙灰缸算了。所以這個經濟學家專家說，咱們要去救，你說怎麼救？背後全是這種黑洞啊，對吧？他跟那個硅谷銀行，他跟那個美國的兩房，對吧？房利美還是什麼房地美是吧？你不一樣啊，人家那個資產很清晰，对吧？人家前提是商業信用、契約精神，他沒有腐敗，對吧？有腐敗那就查到了，他就傾家蕩產。人家賬是明明白白，就是流動性沒了，那就注入流動性嘛，对吧？不行我就再给你整點這個什麼，給你多印點錢。你這邊是資產不翼而飛，這是一碼事嗎？你怎麼救啊？你這個黑洞不補住，你越救越陷越深，對吧？你多少錢扔進去都不夠填那個窟窿的，因為它那個洞沒補上，你扔多少人家轉移多少到國外去，或者是各種
利益输送沒了。所以你看啊，你老說救市，你要分析啊，这個美的人家是什麼個制度？人家1塊錢扔下去就是1塊錢，對吧？還在鍋裡轉，你這1塊錢扔下去，8毛已經走了，不知道去哪兒了，只剩下2毛在裡面打轉，這個你不考慮，對吧？事實上萬科也救了，有用嗎？救了2年，對吧？按理來說啊，2021年恆大爆雷以後都不應該給萬科這些房企發債，是吧？當時證監會，當時什麼銀行不都是白名單，各種手段各種整，允許這些房企發債嗎？不就是想通過我当時做節目的吧？不就是想通過這個股民債民啊，這些基民拯救房企？你這就是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商業銀行印貸進貸，這本身就在救他們，還要怎麼救？你讓大頭掏資產出來救他們，掏錢出來救他們，那就相當於把錢往那個一個漏了的鍋裡面扔，对吧？你就加水，你加什麼都沒用，你先把鍋給補上。穩住地產啊，恰恰是要通過市場手段。所以說這個政府說的也对啊，叫市場化、法治化，你就把住這2條。法治化就是你這些為非作歹的，对吧？都要得到清算。市場化就是你现在值多少錢，該多少錢是多少錢，該破產。你借給房地產開發商的錢，你就認栽，你誰讓你借給他的，對吧？你投資房地產呢，比如說你是買了房地產股票，你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的股東，那你就認栽，對吧？誰讓你搞房地產開發的，你就清零。當這個房子降價到大家真的買得起，就是剛需房他買得起，自然會買，對吧？不需要你勸的，也不需要你刺激。當你買得起車的時候，你不就買了一輛比亞迪嗎？為什麼？你看去年，對吧？今年那個汽車還賣了1000多萬輛，對吧？為什麼？因為他買得起嘛，本質上，對吧？還是買得起，你這車買到手，第2年就貶值一半，人家也買。所以大家要看那個現象啊，你比如縣城裡面買個10幾萬、20萬車的多的是啊，對吧？他們不知道那車買到手，第2年就貶值嗎？第3年就貶一半，對吧？第4年新能源汽車第4年你賣都賣不掉了。縣城一套房子也就幾十萬嘛，所以這個房子貶值預期，它本質上不是這個房子賣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對吧？然後關於爛尾樓，你看昨天這個住建部已經說了啊，這個保交房任務圓滿完成，所以穩住房地產有什麼招啊？也別想什麼招了，對吧？就是市場化，該跌到哪兒跌到哪兒。如果我們通過一個人啊，通過10年的努力，你就能在城裡面買套房，我覺得這個那買房人就多了。當然这個10年也可以是8年，也可以15年，也就是說這個沒有個定數，對吧？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你看在什麼城市，如果是夫妻倆，對吧？2個人攢錢保持一個正常生活的水平下，10年就能買一套房，那我覺得這房地產恐怕它就穩住了。這個鳳凰網財經報道啊，他說啊，這個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梁冠生表示，他說過去香港房地產和實業領域很好做，但如今結構性調整已經到來，若不轉向高科技發展道路，便會落後。他直言，都要迎接高科技時代，高科技時代只爭朝夕，馬上要辦。過去香港搞不了高科技，是因為房地產太好做了。這個話翻譯一下啊，就是房地產綁架了香港經濟，對吧？這就是過去咱們老說的房地產綁架了咱們的經濟啊，因為房地產太賺錢，房地產是閉着眼睛賺錢，買到就是賺到，地買到就是賺到，房子買到就是賺到。你在這種背景下，誰還願意去搞什麼高科技，對吧？還什麼幹這幹那個，什麼生產製造多累啊，製造業毛利率的製造業的淨利率啊，也只有5%，甚至連人上班都不想上了，对吧？我就認識好幾個夫妻倆都炒房的，他就不上班，就倒騰房子，還上什麼班呢，對吧？你這要搞一個購房名額，你今天買一套房，過3年一滿，這個他不是3年才讓賣嗎？你一賣就掙300萬，你上班能掙這麼多錢嗎？對吧？這就是活生生例子。這個上市公司也是的，好掙點錢，他不是擴大再生產，他也不是幹啥，他立馬就買塊地，他也準備成立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賣房子，這來錢快啊，錢全去了房地產。房地產成了熱錢聚集的地方，然後這個價格暴漲，實際上就吸走了其他行業的錢。所以我們現在回頭看看啊，你說政府要大力救市，要把房地產再炒起來，怎麼可能還走老路呢？我覺得啊，所以說這些炒房中介啊，這些房吹，他看不清大勢啊，他現在不可能再走老路，好不容易下来了，是現在相當于现在热錢被憋住了，你反正去不了房地產，你不願意去，其他地方呢還沒找到一個好的地方去，所以錢就趴到銀行去了，就這麼簡單啊。
即便讓你趴銀行，他也不想讓你再往房地產那跑。那現在就要找一個出口，对吧？就是哪個行業或者什麼領域一旦火起來了，大量的資金會湧入，銀行沉睡的資金呢就會湧入那個行業。那希望是高科技，希望是制造業，希望是這個，希望那，但是總之它要慢慢來，對吧？要讓大家看到這玩意兒能掙錢，那錢自然就去了。所以現在大量的錢是在銀行睡覺，房地產是不會去的。所以說這些專家啊，還指望着炒房子，那是完全沒整明白這個政策取向，對吧？全民炒房的時代叫一去不復返，不要老想着還回到全民炒房時代。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